党主席是既定的事实啦。我如果接受了，那表示党必须改革。从当年的朱柱杰参选以后，带动整个党要由下而上的那种参与，现在呢已经不一样，就是离了基层远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必须再拉回来。很多的庶民从今天开始，从昨天开始就不断的在加入国民党，这个就是说不要有人头党员嘛。那我们这些主动加入的庶民党员，他们也希望说由庶民来改造国民党，让国民党更进步，让国民党他要一个带领中华民国的政党，他就希望这个政党是进步的，所以他们愿意来加入国民党，来改造国民党，帮助我们改造国民党。所以这是我当时1月11号我们就会启动参选的列车。现在我们50几天就是要取得政权。那至于参选党主席，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在逼宫？没有逼宫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思考国会能够过半，也是我们既定的目标，必须要过半。那么，吴主席说他要去当院长嘛，那当了院长，现在立法院已经有修法，你就不能兼党主席。那如果今天功亏一篑的话，我想很多人本来就觉得国民党要改革，所以我们这个不会变的，参选不会变。如何思考让总统能够当选，国会能过半？那主席现在把我摆在这第16名，就是一个国会过半的一个指标位置。所以我个人这2天一直在思考，就是说很多的朋友，包括我们的从政同志，包括我们的这些参选人，给我很多的意见那要不要接受？因为这个接受提名跟不接受提名会牵扯，我们在算的是整个选票还有支持者的情绪。从第1天、第2天到今天的第2天，所有进来的电话都有不同的意见，那大家都是忧心忡忡，因为中华民国不能够再等待。3年多来，各位，中华民国出了这么多总统，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嘴巴不讲中华民国的，不是那个国家就是我国。赛季他卡成岛他被绑，今天要选举了，要骗票了，他才讲一个中华民国台湾。这个是造成我们中华民国今天国家认同分歧最大的危机，所以龙介个人是在考虑我是否能够承担这个责任。万一承担不起，那我们对不起中华民国。所以让我思考2、3天，我明天会再跟大家报告了。我们这6位候选人是相当优质，他们不但要冲破难关，而且每天的展现，让台南市的市民觉得说，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。事实上，20几年来，民进党在台南执政，我们看不到希望。K 八愈来愈稀微，快乐的城市变作悲情的城市，快乐的出旁变作悲哀的愿望。这就是26天来民进党带予台南市的成果。所以我们希望6位从政同志都能够全力打。我们希望主席要加油，因为花家家在米养贵啊。朱柱杰当家的时候是怎么撑的？我在台南市党部，各位，我跟你报告，我1个月最少要筹80万、90万到100万的这个事务费用，包括他们的薪水。所以我理解当家很难，当家真的难。那不能对那个主席全面苛责，所以我昨天是跟他讲说，你真的很难呐，但不是逼宫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加油，这个等一下马总统受期以后要请你讲话，很简单，没有很复杂，各位不要看镜头看图说故事了。